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7，雅各书1章12节安尼讲：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既然经过试验，未得到活命的免流，就是主所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。三个来祈祷，哀怨拄着试来忍受，经过试验，要得到活命免流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关荣耀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智慧、慈爱、甲信实的天父，主啊！你的作为奇妙，你的恩典无尽，你的慈爱线到永远。主啊，你统管万有，扶持软弱的人，赐开力予野战的人。主啊，我要向你献上阮的敬拜甲尊重。主啊，愿承认家己的软弱，伫试炼甲困难中，常常容易灰心绝望。主啊，恳求你赐阮忍耐甲坚定的心，互阮伫患难甲试炼中，搁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要坚固阮，互阮通经过试验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，就是你所应允阮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